春节买楼有什麼好處？咁今日講下春節買樓7大好處。第一，過年關，年關難過年年過，一到年尾咧，大家都等錢用噶啦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傾價錢就梗係特別好傾啦。再加上咧，其實就算唔等錢使嘅業主咧，都想開個頭單或者攞個壓歲錢嘅。咁如果呢個時候你同佢講喺正月可以俾晒尾數，或者加個大啲嘅大訂嘅話咧，咁可能會有意想不到嘅效果嘅。第二咧，你嘅競爭對手梗係去晒旅行或者翻咗鄉下啦。呢個時候咧，你嘅競爭者越少，對你嘅談判肯定係越有利嘅嚇。第三咧，平時各有各忙啊，咁喺長假期期間咧，一家大細有商有量去買新屋，你話係一件幾幸福嘅事啦。再加上呢段時候咧，你會多咗時間俾你考慮清楚，慢慢睇清楚間屋，同埋搞清楚啲手續點樣做，亦都係一個唔錯嘅時機嚟嘅。第四點咧，年關咧就債主逼近，特別等錢用，所以平時一啲唔想賣一啲靚貨、罕見貨咧，可能分分鐘都被逼拎埋出嚟㗎。所以去到過年咧，唔好掛住放假，都要隨時隨地同多啲經紀留意市場，分分鐘俾你執到超級靚嘢都唔出奇㗎嚇。第五咧，如果你係貸款嘅朋友咧，年頭嘅銀根一定係會比較鬆動嘅，你要傾利率成數咧，都會容易傾啲。再加上年頭買樓人少咧，銀行都係要跑數嘅，所以咧你喺年頭買樓談條件嘅時候咧就特別好啦。第六點，春節買樓回報率現金流特別好。點解咧？4月前後咧就係全年交投最旺嘅時候。如果你買完樓要出貨要出租咧，喺4月份就啱啱好啦個時間。所以正所謂咧就食到盡冇浪費。最後一點，新年買間新屋，當送俾自己同屋企人一份大禮，幫全家打氣，年頭旺到年尾，到返工返學嘅時候行步路都有風。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祝刷到呢條視頻嘅朋友旺丁旺財旺家宅，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